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大家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哦，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掌聲鼓勵，讓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伊對於里民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非常感謝咱議員吼，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吼，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年底吼，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吼。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的規劃中啦吼，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2月2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安南區一間違規的補習班兼安親班，在1月27號發生一名11歲兒童疑似霸凌欺負6歲1年級學生，吞下氣體，一直到28號，囡仔無爽快就醫，才發現。後來經過學生的家長甲病院通報，教育局才在30號前往補習班稽查，結果業者卻講監視器印在故障。無法度提供影片，對此議員林彥竹質疑公部門互相推卸責任，為何無在第一時間24點前來啟動調查？透過病院檢查的2張 X 光片，會用清楚看到長大約3公分的氣跡，還停留在囡仔的腸胃道當中。這是發生在頂個月27號，安南區一間補習班疑似學生霸凌的事件。家長甲入病院在28號檢查以後，有通報相關的單位，不過卻一直等無到消息。30號才向議員林彥竹來訂正，議員質疑依照兒少權法，通報24點鐘內就要啟動調查，不過卻無看到相關單位的作為。事發27號至30號這之間，
我們就是都沒有接到相關單位的聯繫，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這種事情到底是要怎麼樣才能夠處理好。這裡已經明顯有講了，不可超過24小時內通報，去處理這樣的事情。那為什麼我們兩個單位，我們教育局跟社會局，雖然教育局你說，但是剛剛有講任何人哦，所以我必須要講，我們兩個單位到底做了什麼的協助。對此，市府社會局甲警察局婦幼隊嘛回應，確實28號有接到通報，不過教育局卻一直到30號才前往補習班來稽查，結果補習班伊直監視器應題故障，無法度調到影片，讓議員愈講愈生氣，批評市府的方向聯繫是毋是有問題。報告一做這個部分，家訪中心做到通報表的時候，就跟學校跟教育局那邊做聯繫。你們確定28號你就有跟教育局講嗎？有跟學校跟教育局做聯繫。我說局處就失能嘛，我要講，教育局認為說這是警方該處理的，社會局認為這個是教育局該處理的，那你告訴我到底是誰該處理啦？家長情何以堪啊？到底是哪個單位該處理？針對你剛剛所講第49條，針對兒童少年福利權益保護法的第53條、第49條，都明顯的有規定了，你們到底是哪個單位失能啊？最後，市府教育局嘛回應，因為該案屬於校外學生對學生的衝突事件，按照規定由着校方來調查處理。不過，教育局佇咧稽查時，嘛發現補習班違規兼營安親班，以及教師的名單無提報。將依照兒少權法甲着報告法來開罰。另外，業者無佇咧24點鐘來通報，社會局嘛將開出6000至6萬塊的罰單。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針對這件代誌，市府教育局佇咧2號上午召開記者會，會中對着校方甲教育局的處理時間、先後順序、依法通報的情形，以及對補習班違規的行政裁處進行說明。1月27日，在安區某一間補習班發生師生衝突，造成一位國小低年級學生被高年級學生強迫吞下燒酒事件。對此，教育局2號上午在永華市政中心召開記者會，說明教育局結合通報時間，以及對着補習班違規行政裁處。27號的時候發生，可是園方呢，一直到29號，那麼因為家長簡訊給導師，那後來導師去詢問之後，那麼才有這樣的所謂告知跟通報到社教科的一個，還有學校的一事件，所以有拖延的情況。那當然，學校30號通報之後，教育局、社教科跟學輔科，那麼立即來啟動，那麼進行行政調查的時候，也發現，那麼補習班，那麼有2件的違規。我們稽查的結果呢，這個補習班呢是這個兼營呢這個所謂安親班的業務，這個違反規定。那第二個呢是聘用了就是沒有登錄的教職員人單名單，這個違反第2件。第3個事件發生在27號，那麼有學生呢傷害的事件，可是沒有第一時間呢24小時內通報，違反兒少相關的規定。另外，針對補習班無法度提供事發時段監視器畫面，業者表示，應該在事後發現損毀並送修。教育局強調，將進一步查證，敢有涉及刻意滅證，那查證屬實，將依法將嚴裁處。補習班呢的這個園方的說法，我們未必會相信。但他講，他28號呢發現這個硬碟是有毀損的這個情況所以送到送請廠商呢來進行檢修，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新的硬碟28號以後的，但這是不是確實，或者是補習班有刻意呢毀損硬碟？只要有刻意毀損硬碟，我們會比照之前一個幼兒園的事件，會有這個所謂湮滅這個證據的這樣的行為，我們會依法來開罰。大家釐清真相，也希望大家了解之後不要以訛傳訛。我想
都是不必要的啊。伫咧補習班2樓進行中島群，屬於生活照顧安親調換，已經明確違規客戶照顧業務，將依《離校保障法》第76條第2項、第105條第1項，裁處6萬塊到30萬。另外嘛，查獲工程教學人員發現補習班無佇咧補習班管理系統申報師資名冊，將依《補習甲進修教育法》第9條規定，裁處5萬到25萬。但是新聞張偉中採訪報道。4當前並民進黨內議員初選失利的林建南，持續勤走基層，並且在擔任社會局機要秘書任內，協助李小婦女福利，幫助濟濟弱勢。1月31號，伊率先成立競選總部，包括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立委王定宇以及濟濟議員、甲工會、協會等社團前往小廳，因也呼籲民眾在3月份的電話民調為伊支持，要來拼議員初選過關。1月31號兩城結立，民進黨議員參選人林建南設佇西門路4段競選總部一透早就開幕連調，濟濟民眾以及工協會等社團攏小招來支持，人氣槍槍滾。包括民進黨市長參選人立委陳廷輝，伊的政治導師嘛是民進黨永延會立委王定宇，以及濟濟現任議員同志攏到場小聽當選聲不斷。林建南，Number 1，建南！這個議員吼要支持上，大家攏真好，哦，大家攏真好，會出來做公職的，我攏感覺大家攏真好。但是建南嘛，新人，較無資源，較無氣力，哦，像咱商會理事長鬥出聲一個講，這個袂歹，較無資源，無咱家加出3分力，互伊有機會食大家頭路。可以有機會為咱的社里服務，安尼好無？好，政府啊，拜託給好無？當前雖然伊參與着初選，伊無通過着這個門檻，這個窄門沒有進到裡面，但是伊無離開，伊佇這4當內，共款佇咱地方咧扎根、咧經營、咧服務，咱希望。有心要為這個土地打拼，認真的少年人，咱就一定愛給伊機會。真正要替大家來打拼，就愛給大家有一個認同。我相信建南已經做到了，所以廷輝今仔日佇遮來推薦林建南，嘛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像會聽惜廷輝啊，趕快來聽惜着咱建南。到底民進黨中西區北區議員參選人林建南，雖然4當前初選失利，不過伊佇市府社會局擔任機要秘書任內協助弱勢，以及持續經營基層為民服務的心。伊的老長官前社會局長嘛出面推薦好人才。我咧做局長的時陣吼，建南嘛真正無話講吼，協助足濟吼，咱社會局咧做的代志，吼按時代。家庭、囡仔、弱勢族群等等吼，咱有真濟代志呢。我有當時啊走袂來啦，攏叫建南嘛吼去幫忙啊呢。啊建南嘛呢一句話馬上吼會甲辦好，啊嘛造福呢足濟咱吼台南市的市民。所以呢，佇遮我嘛呢盡量來推薦，咱建南嘛會當成為吼咱台南市的市議員，會當做愈啊濟代志，為咱社會福利呢做啊愈較好。雖然黨內台北選區的議員初選激烈，不過面對各界小聽甲加油打氣，互伊真有信心，嘛呼籲鄉親互認真無包袱，有豐富行政甲社會福利理念的新人一個機會。我過去是咱民進黨，咱王定宇立委服務處的副主任以外，上頂重要，這幾檔建南攏佇咱台南市政府，對着咱黃偉綽市長來合適，啊嘛是擔任咱社會局的機要秘書，咱會使講行政的經驗、地方服務的經驗，攏非常的豐富。啊，所以這邊遮會使講是上較有經驗的新人。啊，所以還是再次要拜託咱鄉親時代市民好朋友，3月份電話民調，請拜託為支持林建南。林建南競選總部成立以後，真緊佇3月黨內特別進行電話民調，再次呼籲民眾為伊支持。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購物節消費登錄的金額已經突破60億。
市長黃偉綽也宣布大家，今年春節29暝到初7的期間，逐天攏抽 iPhone。另外，在去年8月重新開幕的西市場南區美食廣場，推出試營運加促銷的活動，市長也前往發送紅包抵用券，鼓勵民眾去採買年貨。可以來啟動。採購機啟動，台南購物節進行第3屆抽獎，這屆抽出8萬塊的現金以及濟家電用品，上大獎是12萬的電動機車，全部總價值將近8萬塊。今年一定可以破去年的紀錄，50塊就可以抽一次的話，趕快來加入我們的購物節會員資格。活動熱度持續升溫，截至到目前消費電力金額已經突破60億，因應春節期間的高度買起，市長黃偉綽決定閣加價抽上新款 iPhone 手機啊！對今仔日開始到2月14，只要新加入購物節會員就有資格。從除夕2月16日一日抽到2月23日，連續8天，天天都會抽出一位幸運得主。只要是今年1月1日起到2月14日止加入台南購物節會員的好朋友，就能獲得抽獎資格。經發局歡迎全國民眾把握春節連續假期來到台南，走訪各大商圈、市場以及特色景點消費，有機會抽到豐富大獎。過過2禮拜就是舊曆新年，黃偉綽嘛今日菜市仔發送50塊紅包，插在年節市場人氣。用50塊，然後帶動自己的消費，然後帶動這個攤商的這個業績成長。那也希望說大家來到我們這個傳統市場都很好，裡面的東西都是好東西。去年8月份重新開幕的大菜市，最近閣有南區美食廣場，總共30大正佇咧試營運，透過限量消費券加促銷，有計會當創造超過8萬塊的效益，甲人潮變做買起，同時打造採買年貨行春市市的新亮點。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降溫小雨，小東里的黃年節，今年再次甲曾志杰議員服務處等單位合作，在活動中的廟埕義賣高麗菜，1粒50塊。除了小店南投的菜農，嘛予民眾品嘗高山高麗菜鮮甜的滋味，同時閣將所得關乎永明義高以及永寧國中自費班的學生一舉所得，里民嘛攏踴躍響應。這100箱5000斤的高麗菜，攏是佇遮對南投山區的產地車來台南小東里，透過情緣慈善會愛心志工來到協助。最近因為高麗菜嘛是生產過量，拄好佇小東里一年一度黃年節公益義賣來促銷，這民眾嘛攏熱情響應。高麗菜足好誒，會當做愛心。來這裡參加這義賣，很有意義，也很高興。開採建行，我1月24號要開頭獎，已經開2次了，很感謝我們里長，所以我今天義賣來買了4箱。今年已經是辦了第4年了，那麼我們的里民響應的情況都很熱烈，那麼我們的想法是一方面能夠將生產過剩農民賣給大盤商的價錢那麼不划算，我們把它收購了以後，也用很優惠、很優質的方式來分享我們的鄉親。那所得呢，我們會捐給這個社會的弱勢團體。
小東里愛心義賣佇活動中的合辦已經第4檔，宜蘭政治節服務處等單位嘛熱情合作，都來要將青點的高麗菜甲民眾分享。現場嘛安排寫春聯、送春聯以及免費的義診、live 的演唱等內容相當豐富。這民代貴賓嘛攏到場讚聲，肯定里長當日來小停小農，幫助永民遺孤甲永齡國中特境學生的用心。春聯的活動，還有那個義檢哦，幫老人家們的義檢哦，非常的熱鬧溫馨。然後呢，還有特別呢，也來自那個山上的這個高麗菜哈，這個高麗菜的一個義賣，義賣。然後我們現場呢，還有我們的原住民的一個歌喉哈，現場哦非常的熱鬧哈，充滿了溫馨多元。忘年祭最特別的是，他有請來特地在我身後的這個南投來的小農啊，全部都是非常鮮甜的高麗菜。那另外呢，在這個周邊呢，另外還有上化的小農帶來的這個竹炭花生，然後呢，也有很多的這個義賣。那義賣呢，就會把這個義賣的善款呢，捐給這個弱勢的這個單位。一籃50塊高山高麗菜公益義賣，真緊的時間，最後5000斤攏總賣完，嘛好活動為下完美句點。台南新聞軍籍蔡宏報道。台南市主審會已經第3檔，在過年前舉辦行當送暖的活動。2月1號，宴請安南區51里繼續熱火，用青草的辦桌菜、物資甲毛菜，互因感受社會溫暖。會中市長夫人劉玉金、副市長江寧煌以及儕民意代表甲貴賓攏到場，肯定主審會盛行甲熱心公益。台南市主審會為了宴請安南區的繼續熱火，特別邀請台南老牌子的新福隆餐廳，用傳統的古早味來烘雞辦桌，總共51里，將近1000人的桌聲，和這群弱勢佇過年前提早感受社會溫暖。互咱這繼續熱火，大家都要過年啊，愛當食一頓較好咧，互感覺咱這個社會閣對有咧支持甲關懷。咱主審會嘛，秉持着行善積德、關懷弱勢的精神來做這個代誌。台南市主審會今年4檔月來舉辦大型的寒冬送暖，除了辦桌以外，也準備物資以及豐富的獎品模菜。我們的理事長周理事長跟一些慈善的機構，將小愛化為大愛，關心的這些人，讓他在這個就是過年前感受到社會的溫馨。除了準備我們的熱食能夠讓這些弱勢呢感到社會給予的溫暖以外，那另外也有提供物資，所以可以說相當的有心來照顧這些弱勢。那局長在這裡特別感謝我們慈善會周理事長所帶領的團隊跟志工們。會中市長夫人劉玉金、副市長江寧煌、社會局長郭乃文以及安南區長魏文貴等民代貴賓的陪同，嘛特別到場關心，肯定主審會點燃愛希望，和台南處處充滿溫暖。更好呢，是讓我們覺得安南區不僅有溫暖之外，台南市有溫暖之外，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溫暖的社會。在咱公部門的觀念來講，咱當然是要公私合力，但是咱以私人的感覺來講，這是真正的感情的交流。台南市主審會雖然主要服務安南區的繼續熱火，不過只要有急難救助、有需要關懷，因攏提供上實際幫助。台南新聞軍籍蔡宏報道。台南市電信公組廟自2014年舉辦虎城成功燈會，到今年已經是第14檔舉辦。日前邀請副市長葉哲山，甲多位民意代表共同主持點燈儀式。3000粒的紅色高壓燈掛佇個廟埕，甲周邊的街道巷弄，將燈到3月8號，歡迎民眾前往現場欣賞。位於台南市忠義路電信公組廟，拼5年虎城成功燈會，1月30號暗時舉行點燈的儀式，現場邀請到五皇國樂團樂聲的演奏，整個廟埕客滿人潮。
覺得還蠻榮幸的，就是每一次就是覺得跟鄭成功祖廟也是蠻有緣的，就是只要有活動，然後我們都很有榮幸可以邀請到這裡。廟方邀請了副市長葉鐵山、中西區長蔡家富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共同主持點燈的儀式，場面熱烈。3、2、1，點燈！來，掌聲鼓勵一下！哇，這個所在是台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區，所以咱地神宮祖廟辦燈會的時陣哦，就是要大家講啥，一冬沒得過啊，新的一冬啊啦，沒有來啊，所以哦，咱的意義，參其他燈會辦燈會的意義無同款，咱唔定是老人爾，咱是咧宣誓講，新的一冬要落到啊。一冬要落到啊！大家有一個啥？對未來這冬有一個期待，什麼期待？希望事事攏會平安，行行順順，大家攏會愈來愈好。財團法人地神宮祖廟副董事長鄭有茂表示，今年總共有3000派的花燈掛佇個廟埕，另外佇個四周圍的巷道嘛攏看會到。還佫有日本三星市甲日平富市內的花燈，相當的壯觀。阮用紅燈籠用書法來寫，嘛變成是阮一個特色啦吼，阮一個特色安尼吼，變成是成功燈會的一個足大的特色安尼吼。那麼今年呢，阮頭都有3000盞的燈哦，同時來展出安尼吼，祈求吼，神公祖當保佑，咱會當保佑咱全台灣、全台灣市，大家攏會當合格平安、順遂成功安尼吼。府城神宮燈會對今日起一直等到農曆年元宵過後，這段期間還佫有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有書法協會寫春聯、聯歡晚會、過七星爐、兩成功橋。當頭戲是3月3號元宵節，還佫有野花燈、燒圓仔等傳統的習俗活動，歡迎民眾做伙來賞花燈。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安平福城堂舉辦獲得進行3十二顆平安盛景大典，結果台南武媚娘破紀錄，出動了100位禮生，行佇上頭前負責舉旗仔。藝閣車頂面，閣有上屆受到注目的廟會女神真田，甲上水禮生寧寧做伙來看賣。身穿粉紅色平口小禮服，搭配白色毛披肩，頂着寒風秀出事業線，顯露出好身材。一般常見禮生只有6位到8位，台南武媚娘破紀錄，首次出到100位禮生，從清晨5點就開始集合書畫。真的很火熱，現場真的很火熱，因為一下子要準備禮生，一下子要準備一個，然後就是要跑來跑去的。安平福成堂福德正神平安繞境，上百名禮生走在隊伍最前頭開路，立馬成為現場焦點。路邊民眾紛紛拿起手機，甚至專業大炮搶拍。後頭還有真人藝閣車，上面坐着10多位穿着綠色、紫色的夢幻古裝美女，仙氣飄飄。當中還見到有廟會女神封號的曾田，和許久不見的最美禮生寧寧。覺得新奇的而且我們這坐很高，覺得有點害怕，其實又有點害怕。這是人生第一次，平常都是在台下看着小朋友們坐在上面，然後想說好好玩，我也想試試看。但我現在坐上來，我突然覺得好可怕。這次除了禮生，當中還有120人組成的宜蘭國光樂儀隊，整齊劃一的步伐加上精彩的拋槍表演，成為最受歡迎的陣頭之一。旗隊，那還有儀隊，那我們還有其他很多樂隊老師，然後我們的特色還有小朋友，然後跟公仔娃娃。北中南各地的陣頭這樣，繞境的範圍我們都在安平的舊部落裡面。今年遇到3年圓科擴大舉行，連北港的神童團也來共襄盛舉，晚上更有壓軸的100萬煙火秀，熱鬧非凡。記者蘇懷騰的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2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